若是讲到台湾顶一版的台语散文选，已经是伫咧1998年台湾作家林阳敏所编的台语散文一纪年。为着要甲台语散文整理好更较完整的，前卫出版社这个月有新出版一本台语现代散文选，是师大台文系卢美清教授所主编的，主要是整理这100多年来台语散文，希望甲好的文学建本留予少年辈。 创文会伊嘛有去东京读过啊，吼，啊伊1923年去互掠去对无？伫国中开始写这个10项关键吼。台师大台文系教授卢美清和民众分享台湾第一本台语散文集的作者蔡培慧。卢美清伫2022年捌出过台语现代小说选，然后伫咧今年7月，佮出新册台语现代散文选。收录的作品主要分做一本统治台湾的前后和战后到当代用白话写的台语新文学。卢美清甲论述性的和抒情的散文拢收集来。 咱若准讲为2000年代迄个时代来起作，伊有论述嘛有知性，所以咱即个散文的即个选集内底，我想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就是顶甲每一个时代有讨论到语言吼，也是讲讨论到知识的物件，即款的散文，啊个抒情的散文，拢甲选入来。 卢美清将200多年来无共时期的台语散文，包括1885年台湾府城教会部内底刊的白话字的利益，1924年蔡培慧挂所看的台湾，和战后王玉着向阳等等，甲写市长按故事的黄静美女士的万字散文，拢通看到题材的多样性。卢美清讲，伊望甲好的文学建本留予少年辈。 除了讲咱台湾文学史会使有无共款的思考以外，刷来吼，咱的人，咱的少年人有一寡建本，因为咱的台语嘛要流失去啊，咱有一寡文学的建本来读，啊有读到好的作品，安尼因会当继续写。 台语现代散文选计共收64篇作品，卢美清希望互民众看到文学伫无共时代意义。伊认为文选是一种帮助民众了解台语文学的地图。伊嘛希望2年后要佮出版台语现代诗选，继续来做台语文学的导览先生。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